我哋見到咧，即係能夠喺一間大學裏邊啦，有文物館已經覺得咧，我哋成日都係好有興趣嘅。咁加埋而家有新館開展咧，其實裏邊咧真係有一份好大興奮咯。再參加呢個活動啦，都係一個慶典啦，同埋真係春分咯。而家係其實之前參加過文物館嘅其他啲講座啊，咁就發覺佢哋嘅趣味好豐富啦。知道就有活動，咁咪參加咯。俾我一種咧喺現代裏邊進入咗古代嘅世界，重新翻返去中國文化裏邊感受嗰種美麗。好喜歡成個設計，因為我自己係中大舊生啦，無論係私人或者公事上，我都係會翻嚟中大嘅。今日帶我遊嘅地方咧，係我完全以前咧係未去過，可能聽過，但係唔知道原來係有啲咁特別嘅地方，所以我覺得呢個設計非常好。嗱，我知道中大文物館咧就定期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展覽啦，呢個係非常好嘅，我覺得，尤其係對外開放，我覺得嗰個吸引力係應該好大。